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2年12月28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48篇，箴言第4章第7节到第15节，使徒行传第7章59节到第8章第8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宇宙观。圣经的箴言是圣经中间的智慧文学的代表，是所罗门王，或者是咱咧讲伫伊的时期所收集的劝世文。所罗门王用劝告伊的子孙的教导，这个是真重要。基督信仰也非常强调智慧。圣经时常提到着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。追求智慧的目的，应该是爱明白上帝的旨意，追求上帝的道路。所以，追求智慧上切要的事，就是用你所有一切的换知识来驾驭智慧。智慧就会互你成功，来珍惜智慧，智慧就会互你得到尊严。智慧要互你的头壳顶会阳光会冠冕。年轻少年人啊，听我讲，你若遵守我的话，就会得到长岁寿。我已经将智慧的道路来教示你，带你行上人生正确的道路。你如果明白来遵守，行的时阵就袂跌到跋倒。就爱记得你所学习的，你所教育的，等于是你的性命。歹人行时，你毋通行。邪恶的模样，你毋通学，你着爱闪避遐邪恶，毋通来军队。只要行你的路，拒绝甲因同流。这人追求信仰，或者是讲宗教，只有咧求家己的利益，毋是咧追求军队上帝。这是足有问题，因为上帝赐人救恩，嘛要爱人来军队伊的旨意，正做救人的仆人。既然咱毋是要求家己的利益，亲像保罗写互哥林多教会信仰伊安尼配写讲。听是忍耐、仁慈，有听就无有嫉妒，袂夸耀，袂骄傲，无做见笑的事，无自私，无快快受气，袂记得人的歹，无介意不义，只有介意真理。听会通包容一切。对一切有信心，对一切有盼望，会通忍受一切。听是永远的。哥林多前书13章第4节到第8节。正做一个有上帝智慧的人，就必须爱有上帝的眼光，袂通只有看家己尔点，袂通只有追求家己的利益。应当爱用上帝眼光来看世界。上帝不只是迄个基督徒的上帝，嘛不只是犹太人的上帝，或者是只有限伫以色列人的上帝尔点。根据创世观来看，上帝创造的人。创造的世界，伊嘛创造迄个宇宙。上帝是亚伯拉罕的
子孙的上帝，嘛是全人类的上帝。这应该包括着非选民甲非基督徒。上帝更加是世界的上帝，当然上帝伊嘛是创造宇宙的上帝。现代台语汉字的译本诗篇148篇的标题安尼讲着宇宙拢着称赞上主。现代中英译本的翻译是呼召全宇宙颂赞上帝。和合本的翻译的标题是咧讲，迄个宇宙伊翻译做万有。真明白的，就是讲针对更较扩大的对象，绝对毋是干那限制伫基督徒啦、选民啦，还是以色列人尔定。使徒行传第7章记载着司提反殉道的情景。当作是一个人伫边仔咧看，迄个人就是眼界真细，无有上帝智慧的人。迄个人的名叫做扫罗，后来伊改称做保罗。因为迄当时伊是迫害教会的杀手。圣经记载讲，对迄一天开始，耶路撒冷的教会遭受到极残酷的迫害。使徒以外，所有的信徒拢分散到犹太甲撒玛利亚各所在去。有一寡虔诚的人将司提反来埋葬，并且伊为着伊来大声哀哭。迄个时阵，扫罗进行摧残教会的工作，伊一间一间挨家挨户来敲找男女的信徒，将因关到伫监内底。但是嘛是因为扫罗犹太教徒以及这个法利赛人迫害基督徒的缘故，反倒当互福音会通传到伫撒玛利亚，就是一般咧讲的外邦。这是上帝真奇妙的旨意，这是伊的智慧。圣经讲，遐个分散的信徒到各所在去传福音，飞离到撒玛利亚去，当地的人宣讲基督的事。群众拢真正集中因的精神听会理所讲的话，因一边听一边观看伊所行的神迹，有互邪神附身，遐个邪神大声嗷叫，对因的神像出来，还有摆骹。规身躯无法度振动的人得到医治。撒玛利亚城里充满着喜乐，所以咱基督徒应当用上帝的智慧来看上帝的福音，千万毋通掠做家己是上厉害、上特殊的选民。也就是讲，只有掠家己做福音受益者来自我受限，想要限制福音，咱就要用上帝的智慧眼光来成做福音的使者，将福音传予所有还未接受福音的人。诗篇148篇，哈利路亚！称赞上主，你着对天顶来称赞上主，伫悬的所在来学乐伊。伊的正使者，恁着称赞伊；伊的正天君啊，天君啊，恁着学乐伊。日甲月啊，恁着称赞伊。发光的星啊，
恁拢着学落伊。天顶的天以及天顶面的水啊，恁着学落伊。才会拢着称赞上主的名，因为伊一个命令，一切就做成。伊将这的安置好势，永远袂变迁。伊定着规例，永远袂废无。恁着对地上称赞上主，大鱼甲所有的深海、死那甲冰雹、云甲云雾，听伊的话的大风，恁拢着称赞上主。所有的大山甲小山，果子树甲碧香树，所有的野兽甲精生，虫拖甲飞鸟，恁拢着称赞上主。地上所有的君王甲人民，贵族甲统治者，少年人甲在色女，老人甲囡仔，恁拢着称赞上主。恁才会拢着称赞上主的名，因为只有伊的名受尊重。伊的阳光盘过天甲地，伊互伊的子民强盛，互伊生的子民拢称赞伊，就是遐的亲君主的以色列子民。哈利路亚，称赞上主。感谢俄罗上帝的救恩，赏赐互阮会通得到上帝的智慧，求主帮助阮来扩展阮的眼界，明白你的旨意，愿意领受你的呼召，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